好，分享转到现场，今本日来收嘅係1394大戲路，係咧紀錄片正案發通吼。到今本日就係廿禮拜6號晏晡7點半開始咧，就會開始來播出嚟啊！吼，今年咧總共吼有入選嘅6部嘅作品係冇？係，因為當年吼可能入選嘅作品嘅數量冇共用啦吼，今年係6部，除咗紅合巴做乜嘅以外吼，有其他5部嘅作品嘅吼，小軒做得來收嘅一下。其實今年的作品，它觀點非常多元呐。我先講有女性觀點的，就像嘅阿 U 講的係一個東南亞嘅女性，伊為到伊啊烏克蘭人跟亞洲人的，佢所來到台灣做使用人。哦，幫傭嘅，係幫傭。還有嘅90後打工妹，伊講嘅就係泰國嘅一個小村莊，因為係。媽媽跟妹嘅，因為陸下嘅經濟問題，所以去個遠嘅地方打工。所以也個就係講女性議題之於家庭，就係什麼樣嘅啲陸下，依然嘅角色地位。所以還有一個就係沙非議題嘅，就像拆不掉嘅家，伊講嘅就係政府。土地徵收嘛，以徵收就係美麗太普嘅問題咩？係太普嘅問題，不過伊記錄到嗰度政府徵收地大廈嘅徵收戶，佢條嘅學生嘅一下就係去聽述太普嘅就是彭大姐演嘅溫飽，演就係去聽述演嘅故事，還有一個嘅流浪小天使，伊講嘅就係流浪狗嘅問題。一個就係沙非議題嘅問題，還有嘅罕見疾病呢，就係講亞斯伯格症，伊就喊片名叫做傾聽啦。伊剛才能講搶糖嚟講法搶糖，伊就係剛才講罕一擺讀到亞斯伯格症嘅聲音呢，我用嘅概念相處，也會有乜嘅情緒反應啊？還有再來一部就係那個自我反省式嘅啦，就係講學校化做乜嘅一部作品。唔過剛才有講到嘅吼，係唔係有分類吼？一種分類係大家就係客家電視台數到吼，也報名嘅作品過後，將老幾安尼分類，要按度吼做對分做樣女性嘅問題，還有沙非議題，還有就係有可能係自我反思嘅呀，可能係按尼編排，係唔係數到過後，將有按尼分類咯？係錯，因為我哋會看樣片，看安樣嘅分過後。我哋咧行銷宣傳嘛個好講啊！就做對老幾分做目標用內力就錯嘅。係錯。不過啲地圖吼，我有看到啊，就像係亞斯伯格症咧吼，就係傾聽一部樣片地圖吼，可能因為也係1394大戲路，佢變做15分鐘聽聽咩，15分鐘去講好一個故事，其實有些咧困難啊吼，因為無論係專業嘅導演，還係業餘嘅導演，對佢哋來講就係清太咧。挑戰啦，15分鐘我講乜個東西，我老幾講清楚，我小幾也角色可能就已經2分鐘、3分鐘就冇得咧，因為開始講佢嘅故事，從也傾聽吼，因為亞斯伯格症啲地圖，佢可能講嘅係很難很明確，然後大家講呀自閉症，可能大家俗稱嘅自閉症亞斯伯格症，佢有乜個現象啊，吼，佢嘅用嘅，佢就係用自家神法地圖，因為佢係啲做佢就係閉智咩。閉智嘅高長地圖，佢有啲同學，佢同學係亞斯伯格症，佢喺用嘅老幾相處，高長地圖又發生乜嘅問題？呀，其實我就知道也隻樣片吼，可能就係老紅合法做乜嘅有動槍嘅，就係佢喺對討厭自家神法地圖，佢看到嘅佢真經親身吼，佢體驗嘅東西撲出來。可能大家會知道係 home video 啊，係啲做壁紙啊，可能冇乜個東西。其實地圖係唔係有動到冇共用嘅巧思，幫大家去反省嘅吼。其實一種嘅樣片啊，我哋因為不管伊做乜嘅事情，來拍一個片嘅，不過地圖一定有討厭自家嘅想法，伊遇到嘅問題，像前天一個樣片就前貼片，就係伊親身參與，你樣片地圖，你就得看到討厭伊自家樣嘅，因為我哋看到嗰度樣片啊，討厭應該。
就係抽離影片啦。不過伫傾聽那個片的地度，你會看到，抱那個亞斯伯格症的聲音呢，伊的頭炎，是幹嘛沒拄到問題的，啊，伊按用的去解決那個問題。故說那個樣片其實以敘事手法係特別的。唔過吼，亞六部的作品吼出題吼，就喺亞禮拜開始來放鬆嘅吼，啲天使紅大家可得做得看到。唔過其實去年嘅時節吼，在導亞入選嘅作品過後吼，係唔係下個天使台吼？啲去年咩特別吼 via 討厭啊，還有觀眾朋友啊吼，來做一類討厭咧，然後觀眾嘅互通嘅一類放鬆費，還有頒獎嘅典禮係冇？我哋去年嘅嘛，139是去年嘅，其實我哋一出就會做下鄉放映啊，就係去表片嘅順費放鬆嘅一類。我哋會去各地，就唔係講搶喺台北。啊，不過做完研究，我哋就想講，我哋有辦法跟100個機會，俾大家看到按到好嘅樣片冇？就係你現嘅樣片全部就做得看到，全部做得看到啊！也當中嘛，未做得間嘅討厭面對面嘅交流啊，交流討論演嘅樣片。嗰時候我哋就想講，今年我哋就開始辦嘅嘛個頒獎典禮。一方面嘅討厭有一個正式嘅場合做得去分享，啊，一方面又做得跟客家天使嘛帶到一個觀眾地步嘅，嗰時候我哋就想講，呀，係個真好嘅方式啦。因為啲日擺嘅宣傳地度啊，出題就係又有頒獎典禮，日擺係真特別係有頒獎啦。不過係平常嘅宣傳嘅話，就係社大嘅吼、台學啊吼，還有電台啊，就有同到無共樣嘅宣傳嘅方式，本大家地度有安尼嘅發通。啊，清明嘅時節，日擺有咧頒獎典禮，還有放鬆費，啲現場做得看到6部做清楚做得看到嘅。啲地度吼，上新亞國龍頭也沒有看到其他5部嘅作品吼，像家下講到嘅傾聽啊，吼，還有90後嘅打工妹也都樣片地度，你自家知道看到啊，有乜個互相交流，還有乜感想？有啦，就是我平常本來就還蠻喜歡看電影啊，看紀錄片的，對，所以就是在那邊就看到很多好作品，然後也跟其他導演交流，非常高興。那我想另外分享就是說，在那個頒獎典禮還有放映會上啊，就我個人來說，就是有一些觀眾也許當時沒有問題，但私底下會跑來跟我聊一下他看了之後的想法，我覺得就是感覺很窩心、很溫暖這樣子，表示這個題目大家也都本來就有注意到，只是說看怎麼討論這個問題那樣。對於其他的樣片呢，你自己有看到有乜個感想？就其他的影片來講。因為這一次有某共用的，就是我們這一次有分不同的議題嘛，對，像社會議題啊，還有新的問題啊，你自己看到，你對於你下一步，還有你自己也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，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觸嗎？說哇，真嘅係按你相反啊呢？我用另外我兩位家人的反應來回應這件事哈，是這樣，就是那天是我岳母還有文彤都有來，然後我太太也有來。那後來有一次大家在聊天的時候，文彤就突然講到那個大埔事件這樣，拆不掉的家。對，然後他爸爸就想說，哦，他知道大埔事情是因為他們家有訂那個有注音的報紙這樣子。然後文彤就說不是，是因為那天去參加了客家電視台的頒獎典禮，還有看到那部講大埔的那個紀錄片。哇，所以你就 connect。對，連小孩子都看得懂。對，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就是說，其實像紀錄片這樣的媒材啊，事實上是很有力量的啦。因為有些東西它不一定是用文字啊或用講的，就是各有不同的長處，我應該這樣講啊。對。然後像我岳母後來在那個頒獎典禮看完之後，他也把6部都看完了嘛。然後看完之後，他突然覺得，因為他本來對我的片子覺得，這獻體也獻體，然後但是就是覺得是 home video 家裡的錄影帶而已嘛，怎麼可以去參賽呢？結果後來竟然還得獎。那他又看了其他部
的片子之后，他就突然有了想法，然后还甚至委托我拍下一部片，就是拍家里的阿婆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古时候迄大家正经迄看到样片，高晓正经迄反应迄无共用。对。也摆伫个颁奖典礼吼，迄老大家观众朋友做的互通咩吼。小轩你在那个颁奖典礼当中吼，有看到嘛个较无共用的现场伫个 Q&A 时节吼，有大家有嘛个无共用的反应无？其实伫现场的时节，因为一条导演虽然是新的导演，不过伊关心沙菲的心嘛，又得会改救的。古时候你看到伊讲伊去改片的时节，目珠就亮了，眼睛就亮了起来。古时候还有观众安尼提问啊，伊就会感觉真欢喜，安尼时常会感觉伊的导演。伊去搞会感觉用爱的时间按笑按断，就讲又唔拉安尼。不说还蛮公平的，系冇？因为有6个导演呐，因为时间会分配一下，系冇？没错。有一个亲贴片的系，因为俺哋去年有跟佢学校合作嘛。嗰时候有欣赏跟一个参加一个法通列入伊的作业，学生嘅就做得来参加。有的俺哋几摆参加迄个，就係颁奖活动迄个就，伊就跟人讲，伊一条人，跪去做伊的小老师，就教学就学弟妹啊，用嚟拍样片，来参加比赛，比赛底度要注意嘛个东西，佢就会遵做一类，就係对一开始伊咧报名咋吼，变做伊咧做得转去学校底度的小老师就错呗。哇，真劲呢！因为伫个吼报名的过程底度，一开始有心情，有心情来请好主题，拍好样片，高晓可能唔系自家知道吼，自家孤芳自赏知道哇，同好看听听，有唱欣赏，还有同空来讨论高晓，可能哪一样片做得来投1394吼，1394大戏路嘛，就做得。对欣赏还有就系学生嘅鼓励，同好鼓励吼，就做得来参加，是要一个小老师嘅角色，系冇？哇！古时候也1394大戏路嘅样片吼，唔系大家看到吼，哇，同好看嘅样片听听哦吼，呢度有动无共用嘅歌唱，还有拍片咧里程神奇嘅故事嚟分享俾大家哦。上来还有乜嘅精彩内容咧，等下再播俾大家知哦，也下先来聊一下。